今日帶大家嚟睇嘅係我哋嘅中山神灣鎮啊！神灣鎮係群山環繞嘅，環境係特別靚嘅，仲有菠蘿小鎮之稱啊！而家咁嘅季節咧，全國各地嘅遊客都嚟到呢度品嚐我哋特別出名嘅沙地菠蘿啊！呢個係中山市政府重點打造嘅國際生態休閒旅遊小鎮。項目毗鄰旁邊嘅磨刀島咧，即將打造成國際生態休閒島。未來呢度啲發展前景係非常之無限嘅。我哋嘅項目位於神灣大道，毗鄰嘅係鎮政府，周邊有我哋嘅幼稚園啦、中小學、市場同埋超市等配套應有盡有。食飯行街係完全冇憂嘅，同時享受半小時成熟生活商圈，10分鐘可以到達我哋珠海島門。30分鐘可以到達中山同埋珠海嘅主城區，可以享受我哋雙城嘅一個配套。我哋小區門口仲有樓巴，30分鐘可以直達港珠澳大橋人工島。我哋附近咧仲有3大機場喎，有我哋嘅澳門國際機場、香港國際機場同埋珠海金灣機場。我哋嘅項目4分鐘即可上西環高速，30分鐘北上可達中山城區，30分鐘南下咧可以去到珠海九州港同埋珠澳人工島，8分鐘車程即可以上港珠西線，距離105國道僅5公里，交通都係四通八達，非常之便捷嘅喎。而家我企嘅位置咧係我哋小區嘅園林嚟嘅，我哋小區園林打造嘅係深中式全齡段園林，綠化率高達37%，滿滿嘅負氧離子啊！小區入邊仲配有室外游泳池，同埋兒童活動區、戶外跑道、景觀會客廳，締造品質美好生活啦！咁事不宜遲，跟住我哋攝影師嘅鏡頭上去我哋樣板間欣賞一下啦。呢度就係我哋樣板間啦，你有2種選擇，你都可以選擇購買毛坯啦，同埋開發商嗰啲精裝都得嘅喎。呢個係總共係20層嘅。睇翻我啲86方，呢個係3房1衛呢個戶型，呢個戶型係特別受香港人歡迎嘅喎，非常之實用嘅，戶向南嘅一個設計。呢個陽台咧，開發商係打通咗嘅，睇呢個位置係非常之實用嘅。有啲客廳咧都係特別方正嘅。呢個係飯台嘅位置，飯台嘅位置都係非常之大嘅喎。呢個就係我啲休息區嚟㗎，休息區呢邊係做咗個3進式嘅公共衛生間。呢間房咧就係陽台改造嘅一間房，都非常之溫馨嘅喎。嗱，呢邊呢間都係一個兒童房嚟嘅。嗱，86方做到3房1衛，係非常之骨緻嘅。睇翻我啲主人房呢邊啦，主人房都非常之大氣嘅喎。但係主人房因為戶向南啊，所以主人房都非常之通透同埋光猛嘅。好似呢種產品咧，首付只需要5萬蚊，你就可以攞低。同埋我哋嘅首付仲可以分期1年咁長時間嘅喎，而且咧我哋仲係現樓交付嘅喎，即買即收樓，半年之內就可以攞到我哋房產證啦，係咪非常之快嘅咧？而家開發商推出特別優惠活動咧，只需要5800幾蚊一方就可以攞低呢種產品啦，仲贈送你10年嘅一個人房車位嘅使用權。呢個係屬於雅居樂旗下自己嘅物業，雅居樂物業公司管理嘅。管理費只需要2個半一方嘅喎。如果近期有想係大陸投資置業嘅港人朋友，可以喺評論區私信問我攞資料同埋折扣啦。